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8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昨下晡，全台湾因为人为操作出问题，造成大停电，包括客家、工厂、商店等等，拢受到真大影响。对此，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嘛召开记者会，要求市政府成立专案小组来处理相关灾害赔偿。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记者会一开始，就先播出一段总统蔡英文曾经保证热天会正常用电、台湾袂欠电等等的画面，来考试全台停电的事件，根本就是直接打脸蔡英文，并借此要求台南市政府调查是不是有任何人员因为这次的停电来造成伤害。我们要请问一下，民众的灾损可不可以申请国赔？譬如说，有人因为临时停电，骑个摩托车在路上产生了擦撞，这个是谁的错？养殖渔业因为临时停电，他没有料到的停电，无法发电造成的所谓的损失，政府如何处置？那到目前为止，台南市有没有重大伤亡？我们相信没有，希望没有。本身要开工厂的议员蔡玉辉也受到停电的关系，期待向停止运作，估计损失达到100万以上，互伊要靠无目屎，甚至决定要过台电。议员洪玉凤除了伫黑暗的餐厅食饭以外，也看到路上警察伫光线不明的车道当中指挥，相当危险。我是做这个塑胶业的吼。老实讲，我做迄个光纤统一鲜奶这个干啊，这个吼，我迄个料需要首先加料加热加到差200度，慢慢做出来。一个甲停电，原料拢伫这个输送管内底，煞袂当动。炒一打害去了，我即马去等电来，我搁加加热加摆料，搁加挤出来。了个电搁放入去，原料搁入去，搁停电，我是受灾户。我不知道说台湾到底是怎么回事？台电呢，停电会当讲是中油的员工操作了无好势，安尼莫怪啦。我想讲连那熊山火弹都拢会操作了无好势，当时咱会搁马上会因为人为的操作了无好势，找2个替死鬼来了。台湾全部爱承受迄个欠电、停电的这个损失。我唔知咱的政府要安怎，你也敢讲啊？针对阮这损失的民众，你也敢讲我们要怎么样去自力救济？我想这是政府要照顾民众的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呐。针对这次停电所造成的损失，国民党团要求相关单位建议要安怎来补偿，以及看是不是会当申请国赔来降低人民的损失。台南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因为接受过天高热严重的打击，嘛互防治成为台南市每一档的重要任务。要培养第一线卫生人员的防疫技术，由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专业教授所进行为期3个月培训，上午正式结训典礼，也为天高的防疫佮增加一批专业人才。由中央甲地方合作，以系统化的训练模式。结合政府的法规、临床的知识、甲地方业务防疫等等的全方面训练课程来培训学员，目的就是希望会当培养出新一代的防疫精英部队。上午完成训练学员也受颁正式的结业证书，未来也希望因会当将防治天高热的知识带向国际。很高兴我们很快的就5月就把所有的就绪就开始5月到8月有分成那个讲课，那么再来就是见习，那么实习。那这个地方这个制度是仿效我们医科的训练的。我一直
医学系的训练制度是所有大学专业训练最好，因为它有一个专业的训练，前面还有一个那个人文教育，那么再来有专业的基础训练，那么再来有5、6年级临床上课，那么再来就是见习实习，这个完了以后呢，还有住院医师的训练，那住院医师的训练以后，才有专科医师的还要考试，所以台湾的为什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医疗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好。那么这个里面其实一个专业制度的养成，人才的养成是关键的哦。所以我们是仿效这样子，要有上课，要有这个见习，那还有实习。所以我们防疫专班今天的种子教班的学生，我想是这个是只是说你拿到这个证书，但是你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以后，我们必须不断的精进哦。不断的精进在各方面的，不管是文字的知识啦，还是那个疫情的判断哦，那么 GPS、GIS 啦，或者这一些的掌控，或者你对整体的判断，最后才是有可能成功的一个防疫哦。同时，为着要奖励过去伫咧天高咧相关的研究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学者。上午也进行第一届连日青文人奖，由当年投入研究的杜武俊教授得到这个奖项。伊也希望未来会当甲完成训练学员做伙，共同对抗天高热。台湾新闻网采访报道。为了宣导民众正确饲养流浪狗的观念，台南市动保处特别举办讲习，教民众爱用大饲料来取代人食剩的物件，不但减少环境的垃圾，嘛避免鸟客人将竹签仔食入巴肚，也是比便当客的手呢低调的来受伤。动保处表示，就希望在爱护动物的同时，嘛创造友善环境。日前，一名富林人饲流浪狗的时阵，将附近的环境用甲真垃圾，可能真侪摆拢无改善，最后被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开罚。为着避免民众这种的爱心行为，所颠倒影响到环境清洁，台南市动保处特别邀请环保甲卫生单位做伙开办讲习，教导民众正确饲流浪狗的观念。我们今天就是除了说对我们的那个动保法来做一个说明以外也邀请了我们的环保局还有卫生局来就那个我们那个环境方面的一个那个保持还有那个卫生局的环境卫生方面的一个注意事项来做那个宣导只要他能上课上完了我们这一些课我们会发给他这个公约卡所谓的公约卡就是说提醒他在喂养的时候要尽到自己的那个喂养责任保持我们喂养地方5公尺内都要是干净的这样子让民众对我们的爱心妈妈她的爱心真的有感受到这样子除了维持环境清洁以外，动保处更强调，莫用人食无完的物件来饲流浪狗，因为盐分高的食物真有可能会引起慢性的肾衰竭，而且便当顶面的树林更是有可能将因的阿妈棍拔掉的，相当危险。我们平常我们吃的东西它的盐分钠含量都比较高它对它身体不好有的时候是会那个脱毛啦，或是对肠胃不好，甚至于说有人他把那个便当盒整个就丢给他了，便当盒里面的那一些橡皮筋呢又不小心的套入到脖子里面造成了那个狗的那个外伤的伤害如果说没有被发现的话那也有可能造成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危害。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在夜市里面吃的那一些烧烤那一些竹签插的肉那个不小心一整口吞下去有时候牙签也会造成它的那个胃部啦或是肠的穿孔而造成的腹膜炎这也是都是我们不想要见到的所以就是建议我们不要用这一些我们吃剩下的东西或是厨余去喂养我们这一些流浪动物。
实际爱狗的人士也来到现场学习正确饲流浪狗的观念。当中有民众也借此呼吁，甲伊同款有爱心的朋友，除了爱护动物以外，也爱友善环境。我们既然有那个爱心啊，要照顾一些这个无辜的生命啊，我们就要用心。如果不用心的话，你乱用到厨余的话，狗狗的身体也不好，那个环境卫生也不好，所以我们要为狗狗做个爱心，我们自己也要检讨我们自己要怎样维护环境，也要维护狗狗的那个身体健康。为了落实这项行动，动保处也要补助部分大饲料的费用，鼓励爱心人士用正确的观念，做伙来爱护流浪动物。但新闻加上郭博义采访报道。在文化局的丰富理念，特别是拓展艺文市场，加争取文化中心的软硬体改造，拢相当有绩效的陈秀婷，对8月开始正式升任专任委员。总会表示，在这个职务上，嘛希望努力来重新打造大台南的表演艺术特色。8月1号正式成立文化局专门委员的陈秀婷，曾经担任过县市合并进前的文化观光处副处长，来专职台南文化中心主任超过10年后，调任平地文化中心主任。其实每一个职务的变动，拢曾经引起外界质疑，甚至替抱不平，看出伊伫文化界好人缘。总于表示，其实不管到倒，服务拢是全力以赴。尤其伫面地文化中心4年半，伫赖市长的支持，投入1亿2000万的市预算来改善。加上推动婚林该县市的剧场连线，以及在地艺文人口明显成长等等，拢予伊相当有信心，已经完成该段性任务。4年半来，我在新营，我相信为了经营，我们也提出了赢家加赢剧场连线。我们希望，因为新营它本身人口数比较少，那我想我们要提出一个跨域的一个整合，跨域到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跟新营，刚好在车程1个小时以内可以达到的一个文化生活圈，然后让这些地区的观众可以再做流动。然后我想，这对剧场的经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这几个，包括新营艺术系，包括赢家加赢剧场连线，其实成功的把新营文化中心的剧场，然后把它推销出去。我想一个品牌的建立，经由这样一个艺术季的一个经营，我想渐渐被看到。虽然现在专委唔会在每一天对台南到新营来回，不过成年以后责任加重，更有侪跨科协调会议爱开，主要希望重新打造文化大台南的表演艺术特色，也好精彩国际表演能够对台南跳过人过。市长一直想要做文化大台南。那我在表演艺术这个领域，其实已经经营了16、17年了。大概全台湾大概是我做文化中心做最久了哈。那也希望能够在表演艺术这一块，能够重新去打造，属于自己台南应该有的一个特色。那我想，这是我未来要去努力的方向。陈秀婷行政助理完整，马基台为台南的艺文表演持续助力新的活力，再创佳绩。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享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创世基金会将要伫9月10號舉辦愛心餐會，上午威斯頓珠寶大方冠出3件精美破裂來拋磚引玉，亦希望有更較濟企業團體加入愛心的行列，互因會當順利來籌募食不完的營養品。3件愛心義賣珠寶由美麗珠線地球水公主所配搭，因專業的助手全部攏是要展示這3件將要義賣精品珠寶。這3件珠寶將會伫咧9月15號，但創世基金會所舉辦的愛心餐會進行義賣。這屆愛心餐會是為着要找出植物人所需要的安養經費，對植物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日常必需品。創世基金會也希望會當有較濟有心從事公益的個人或者是企業家踴躍來入買。創世基金會今年度的公益餐會將會在9月15號晚上，跟我們台南地區的鄉親，共同來參與我們的公益愛心餐會。那這一次餐會呢，很多台南的企業家也好，善心人士也好，都非常大力的支持。但是也有部分的善士還不太知道這個訊息，所以目前我們的桌數只達到1/3。希望台南的鄉親能夠繼續支持，幫助創世基金會為弱勢朋友服務的這個理念，一起打氣，一起集氣加油。謝謝大家，謝謝。今年的愛心餐會預計要開60桌，每一桌人均的計數是12000塊，但到目前為止只募集到12桌。因此，創世基金會呼籲大眾做伙來幫助植物人，也提供餐會愛心專線0626016555，隨時歡迎善心的民眾為植物人來捐獻愛心。台南新聞王子豪採訪報道。近年來，因為卡車風行加上蔗糖沒落，故糖廠的鐵道爬遠，所以台市政府利用廢棄的鐵基路，以新營作為核心，來連接鹹水後邊的自行車路網，期待創造屬於客邦特有的城市風格。從新營火車站以南到集水西畔的新營糖廠，有着以大片閒置的糖業、鹽業軌道為主的地景。市府預計將這片面積2.5公頃的地景改造成為北台南都心地景公園，與新營糖鐵自行車道、江南大圳步道及糖鐵安內線串聯成網絡，將產業、藝文與活動擴散開來。這一條鐵路原來它的功能是在我們台糖的原料甘蔗跟砂糖，後來我們也進了台鹽的鹽，所以說這一條鐵路是開啟了台灣第一個三軌共構的鐵軌，也就是三軌共構的鐵道文化，就是台鐵、鹽鐵、糖鐵。這一次的話，都發局做了這個北台南鐵道地景公園的計劃，也把這一條台灣糖業史上第一條營業線再把它復駛。糖鐵沒落後，因舊糖鐵路線具有地形平坦且四通八達的特性，非常適合打造為自行車道，所以市府以新營為核心，將台糖鐵道系統轉為自行車休閒路網，連接鹽水後壁，建構新形態的城鄉慢活空間。從新營至後壁鹽水，將建置總長達20公里的自行車道動線。往北借由糖鐵自行車道長短數線串起天鵝湖到後壁石安社區金寮老街，往西借由糖鐵自行車道安內線可銜接到鹽水老街、月津港。月津港經歷了鹽水的繁華與沒落，如今透過月津風華再現計劃，市府展開了鹽水區聚落巷弄生活空間景觀的改善工程，如一影像的巷弄空間重塑。另外，針對鹽水舊時最熱鬧的街區，如中正路、三福路、朝晴路、中山路、康樂路舊式街屋建築進行調查。市府選定了舊時修的禪寺拜亭跟月經文史工作室這2棟建築為代表，進行外觀面貌的修復。修德禪寺是當地宗教信仰中心，市府改造禪寺建物主體及周邊部分舊式磚牆，串聯周邊老街巷道，
再现过去的生活动线与轨迹。绿化的开放空间常吸引民众驻足。月经文史工作室是台湾传统店铺住宅的代表，它有着住屋跟次屋以及城的划分。越靠近外部的空间是商业性质，还有做储藏空间的破楼啊。而内部的过水廊、灶台等，则是因应纵深过深、采光不佳而留的过渡空间。现在月经文史工作室取名为月经故事馆，已成为在地重要的地方旅游资讯站。平日也有展览老照片供民众参观。一个有港口的地方，如果我们举办灯会的话，会漂亮。一盏灯变成2盏灯，好啊，然后有个题目叫“千江有水千江月”，你看那个1000盏的灯在水面上面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每个住户每个人家都有心中都有一盏灯，然后把盐水这个城市，变成让很多观光客可以进来，把这个城市把它热络起来，这是一个还可以看到以前港口的一个形象。而未来市府更规划长达2.5公里的公18水岸步道，将延续国际级月经港灯节范围，与盐水郊区搭配水利疏浚，施作环状步道，配合月经港灯节活动，将展后的灯具变成公共艺术，设置于步道周边，再展风华。我们跟台糖大概有一些协商让用认养方式让我们来施作这个脚踏车道所以新营到未来的这个盐水的岸内还有刚才讲的后壁的金寮部分整个系统就会把它串联在一起，把这个新营地区它的这个生活空间再把它扩大盐水它是具有这个有水域的有老街的还有一些比较漂亮的这个传统建筑把它组合在一起目前市政府希望把这些东西继续把它这个发扬出去所以这个案我们也打算来争取这个现在这个前瞻计划里面的城乡建设一个内政部的城镇之星的一个这个竞争型的计划。市府着眼于月经水域环境改造，也着眼于盐水的老旧街区风华再现，从自行车道延伸开来，串联各个社区景点及古城。希望挖掘更多属于台南的人文风采，让游历不再仅是走马看花，也能获得更多的主题跟知性的收获，创造体验属于特有的在地城市风貌。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云天气，温度29度到3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以上就是8月16日中间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